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燕牧师。我们今天5月17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40章1到31节。什么是我的倚靠呢？在第31节这样说：但是倚靠上主的人，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绝，他们像老鹰一样张开翅膀，他们奔跑不疲乏，他们行走不困倦。先知以赛亚在百姓们听到这些坏消息39章所说的一切之后，他再次发出这样盼望之声。其实在40章的前面的8节中，其实是在说明神的心意，是说罚都罚够了，人需要的是安慰。所以以赛亚先知3次说到了安慰，就是神要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语。这样说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，已经够了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要显现，神要领导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这一段短短的8节，使我们得着很大的安慰。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，我怎么这么衰啊？主啊，你到底要惩罚我到什么时候？或者是不是惩罚好了，你说你要管教我到什么时候？今天爱我们的主再次说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他要来安慰我们，使我们知道神有大的能力。接下来第9到31节说着说，必向大能者临到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来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耶和华再临不是审判，乃是要牧养他的百姓，他要来引领带领以色列的百姓。大能者如此的临到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所相信的不只是爱你懂你，更重要的是他有大能，他是可以牧养你，是可以带领你，是使你可以翻转的。从哪里可以知道呢？从12到26节有一个很美的诗章，再次用很大篇幅在讲着这位大能的神。从大自然当中我们就知道，他用一个比喻，是说万人加起来也无法与神来相比，万人万国万民都没有办法抵挡，都没有办法跟这位神来相比。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大能的神。在最后27到31节甚至说，我们的神不困乏，我们的神不困乏，我们只要愿意相信他，因为他的全能，因为他是大能大力的主，不缺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吗？我们是不是愿意像那等候的如鹰展翅上腾呢？主公义的主，爱我们主，赐给我们盼望的主，没有忘记我们，他要使我们重新得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赏赐力量的上帝，恳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经历困境、生命疲乏时，主，我们依靠你，我们要重新来得力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凭着信心等候重新得力的主，
主要来让我们经历他一切的美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并且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